我命还是你军民，农民请报时辰报时事。妈妈，你夸谁呀？哎呀，我也不晓得。哦，先生，我说说，我去坟嘞，我去坟嘞。妈妈，丁卯年，癸卯月，丁申生，辛卯时。哎，晓得在，晓得在啊！哎呀，哎呦，先生，我回来了啊！丁卯年，癸卯月，丁青啊，丁啥？我也不晓得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先生，侬再说说，我再去问嘞，再去问嘞。丁申生，辛卯时。陪我算来，时辰八字八分明，本身要算自己命，一生不会算，自己婴儿算得真。先生，我去走，去走。先生，侬可要老老实实、强强细细的跟我说嘞。你要是说不成啊，我就当了你的。走哎呗。呀，丁青。啊，我一个家孩儿不奉承，找命测算。哎，马听他。
17算到18岁。先生，老水，起来。18岁与我谈心，老人自在比泪红，分明官司他在身，明晚相赠还相爱，四处先生，妈妈，不知里面谁在地哭？有个官员，请他哭得伤心，莫必怨我还是个呀，先生，我老早同意说了嘛。刚才说一个男名是我的官女婿，冤枉死了，已经3年了。岂有冤枉？以我不去受冤告偿你。提起高堂我下山，母女几次去
名字俱可报给你们官员推荐去高堂。哪个老儿不去问，哪个官府不还账，只恐怕官员的板子更厉害。他为官亲自一朝堂，前面此事多寻请你们去高堂，一定能得胜愿先生，听龙讲起来，那今晚大人一定是个清官了。是啊，那我是要去试试看嘞。妈妈，我们去试试看。哎呦，点睛哎，这是到韩去下山，先生，我为谁呀？啊，先生，我想啥子啊？为谁？哎呦，那个轻轻松轻的想啥子？好，你别乱去搞出来啊！不用。我这里有啊。先生鱼啊，点睛哎，他去先生我嘛。哎，先生，我们还没有是这一步的愿望，你怎么拿起的嘞？就谢你。这愿望啊，放在书里，不是已经算出来了？对对对。三层楼诉冤情，十里行千绪轮灵，四写长字四身份，名字里听就这字法令。早已写好，妈妈请空。哦，好好，哎呦，我老太婆不识字个，点睛哎，我看我是不是起起空空，晓得对不对哦？啊！先生，那今晚他这一定是个清官。千字水，名是经，那这天命无私的。妈妈放心便是。哦，好，要是个堂上之高人，我允许生冤枉。哎呀，我老太婆要这样好好的家哎呦，好好的家弄嘞，做啥？妈妈，来这就是草字写得很哎呦，好。好不？今天晚上我们家没有请宴，那这里上这个两字，请宋家先生吧。呀，到底是个乖女儿，晓得真多哦。哎呀，先生，俺家老平安，没人间享受。啊，给你遇上啥子？送个先生，要不要谢意？妈妈不用客气。哎呀，拿去。我有。哎呦，拿去。多谢。好上子，李金啊，哎，去。哎，先生，啥子掉这？啊，妈妈，下次我剩下一只，还有一只的绿菜子，是啥？是